一、二、三，我带上车入站，往事一幕幕行入阮心房，青春梦爱过人，伴阮今生慢慢行。月入窗，夜色茫茫，人生若火车一站过一站，路袂停，心愿完成，爱恨恩怨拢是情的一生，风风有阮的命。痴心拢有天来听，咱两人缘分无散。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是黄以玲小姐演唱的《今生爱过人》。这首歌是日本的卡通《三国志》的片头曲啊，这个风之花船啊的翻唱的啊台语歌曲的啊。那作曲呢是古村新司啊，填入台语歌词的呢是许常德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左上角这里哈，1等于 D 是说这首歌是 D 大调了哈，4拍子呢哈。是一个小节有4拍，4分音符当做1拍啊，4分音符形作下面管啊，得加，一个黑色的豆豆哈，有一根旗杆竖在后面，等于92，是告诉我们这首歌呢要唱1分钟呢有92拍。那它要唱多高呢？啊，我们早看到了哈，这个钢琴哈。打谱表了，这个低的这个音啊，钢琴哈，你看哈，咱这个钢琴的这锁匙挂个很开，才有一个锁匙孔的顶头这样的哈，而且两个O的2个黑键的旁边的这一个啊，这个就是 C 啊，这个如果是 C 的话，我们看到它隔壁的这个 D 啊，虽然呢固定唱名法，固定的时阵哈，那是这个。它固定唱名法，它是唱 re。那我们用手调就是什么？它的调号是 D 啊。它写课本上面啊，歌谱上面写1等于 D，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音弹下去我要唱哆。那 re 在哪里 ？re 在隔壁，咪呢？咪在这里，那发呢？发在这里啊。这样子的哈，会随着移动的哈，随着调号移动的这个哆瑞咪发嗦哈，这个我们叫它手调。手是哪一个手？首领的手，手调唱名法啊。好，来，我们回到歌谱的画面来哈。这首歌我们刚刚说的，它是 D 大调啊，这个 D 的这个音弹下去呢，钢琴 D 这个音弹下去，我们要唱哆啊，一个小节有4拍啊。我们来看 D 这个最前面啊，我台呢哈，我台哈，这个一加头前3拍啊，休息，停，嗦嗦啦2、3，哆哆瑞2、3，一起来，嗦嗦啦2、3。车入站2、3，我带上车入站，站入跟站都是闭口音。你读完这2个字的时候，请注意嘴巴是合起来的哦。来，我带上车入站，哆瑞咪咪瑞咪嗦啦嗦咪2、3。哆瑞咪咪瑞咪嗦啦嗦咪2、3，往事一幕幕行入阮心房，阮心房啊，房还有转音哦，要带进来。往事一幕幕行入阮心房，从头我带上车入站。往事一幕幕行入阮心房，瑞哆瑞2，瑞哆瑞2、3，瑞哆瑞2，瑞哆瑞2、3，青春梦爱过人。再一次
青春梦儿，爱过人儿三。好，接下去瑞瑞多多，多多还要延长一拍，瑞瑞多多儿哆啦咪嗦，瑞瑞哆哆儿哆啦咪嗦，伴阮今生慢慢行。伴阮今生慢慢行。这样主歌第一段就唱完了。接下去月入窗啊，月亮照进窗户啊，这是主歌的第二段。来，我们把第一段连起来，来，1、2、3，我带上车入站，往事一幕幕走入阮心房。青春梦，爱过人，伴阮今生慢慢行。好，接下去主歌第二段，嗦嗦啦儿，哆哆哆瑞儿三，月入窗，夜色茫茫，这有转音啦，要带进来，茫。月入窗，夜色茫茫，过一摆。月入窗，月啊，不是那边有的人可能念月牛啊 ，OK 啦哈，这是乡音的问题啦哈。你下面桃园腔，你宜兰腔啊，这是乡音的问题，所以无问题。来，看你要怎读来。月入窗，夜色茫茫，哆瑞咪咪瑞咪嗦嗦啦嗦嗦啦嗦咪，一站嗦啦嗦咪，哆瑞咪咪瑞咪嗦嗦啦嗦啦嗦咪，人生若火车一站过一站。一站，这个三连音要把它唱清楚来。人生若火车一站过一站，瑞哆瑞，瑞瑞哆瑞二三，瑞哆瑞二，瑞瑞哆瑞二三。这边有好几个音都是空音口爱哦，都是闭口音，请要注意来，路袂停，心愿完成，再一次，路袂停二，心愿完成，心是后半拍，前面要停半拍哦，来。路袂停二，心愿完成二三，瑞哆瑞瑞瑞哆瑞瑞，咪咪嗦嗦一二三，瑞哆瑞瑞瑞哆瑞瑞，咪咪嗦嗦一二三，爱恨温怨拢是情的一生一二三，来。爱情的爱爱情的爱，来加有一个转音，哆瑞爱来，爱恨温怨拢是情的一生，情的后面还有一个咪一呢咪嗦一生一生一呢先咪再嗦。咪半拍，然后再说来，爱恨温怨来，爱恨温怨拢是情的一生，一二三，好，主歌第二段也唱完了，来，我们把它整个连起来。月入窗，还记得吗？来，1、2、3，月入窗，夜色茫茫。人生若火车一站过一站，路袂停，心愿完成，爱恨温怨拢是情的一生。1、2、3，好，接下来就是副歌啦。咪嗦啦啦哆啦嗦，咪咪2、3。风风雨雨，阮的命，风风雨雨。来，这个很抱歉啊，这里风风雨雨，这里拉哆呢，我
我少打了一个字，这里是个雨啊，风风雾雾嘛，风风雨雨，这里应该要补一个雨来。风风雾雾阮的命，来，我们前面就有看到好几个阮，伫遮往事一幕幕行入阮心房，伴阮今生慢慢行。阮这个字都被我用一个黑色的框框把它框起来，而且在底下呢写着牛加阮，有没有？阮这字字呢有较特别哈。你要念读这字字，要念这字字的时候，请你准备一个牛啊，牛肉。那个黄牛、水牛，对不对？牛，嘴巴尖尖，牛，然后要发一个呜的音哈，呜，然后后面呢，加问就是你要嘴巴准备这个嘴型发这个呜的音，然后要读问。好，来，我们准备问，你要嘴巴尖尖的发一个呜的音，呜，然后要读问，呜问问。问，这样问的这个音才有完整的读完，请要注意哦。来，风风雾雾来，咪嗦啦啦哆来，风风雾雾阮的命，阮的这里还有一个字哦，风风雾雾阮的命，咪嗦啦啦哆啦嗦咪咪二。咪嗦啦啦哆啦嗦咪咪二，这两句呢，旋律节奏完全同款，只有歌词无同哦。来，痴心拢有天来听，风风雨雨阮的命，痴心拢有天来听，咪咪嗦哆瑞。瑞瑞瑞哆，咪咪嗦哆瑞，瑞瑞瑞哆。这档呢，音分无误线，这要多拉长半拍啊！我们的电脑呢，非常的贴心哈，这个瑞瑞瑞哆啊，这个它自动的帮你把后面这个哈瑞呢哈，这个瑞跟这个瑞呢哈，有一条连接线把它连起来。那连接线连起来，这两个瑞呢，我们在唱歌谱的时候，后面这个瑞不用唱，所以呢。瑞瑞瑞哆，这边长度是有的哈，瑞要延长到这边，但是这个音不用唱。瑞瑞瑞哆，咪从头来，咪咪嗦哆瑞，瑞瑞瑞哆，我们唱歌词来。咱两人缘分无线，无乌线。无乌线，无有两个瑞，对不对？无乌线，你在这里唱一个乌，这个线就不会抢拍啦啊！咱两人缘分无线，咱两人缘分无线。好，来，我们接下去下面呢，感谢你甲我来做伴。啦哆瑞瑞哆瑞咪啦嗦嗦啦，也是一样，要拉长半拍哈。啦哆瑞瑞哆瑞咪啦嗦嗦，做伴。感谢你甲我来做伴。感谢你甲我来做伴，伴呢，1 2 3 2 2 3，来要唱6拍哦，来。感谢你甲我来做伴，做要拉长半拍，然后后面又一个 A， 然后才伴啦嗦嗦哈，来这。感谢你甲我来做伴，咪嗦2 3哆啦啦2 3，咪嗦2 3哆啦啦2 3，再一次来，嗦嗦啦，哆哆
哆啦嗦嗦二三，唔通辜负阮的人。唔通辜负呢，这个有转音，唔通辜负也有转音，阮也有转音。人这个人呢，虽然呢没有转音，没有写转音，不过呢，因为人我们用念的，但用读的读字，人就是两个音，所以我在唱的时候也加了转音。唔通辜负阮的人咪嗦，在这里可以加一个小小的咪啊，一个转音的咪进来。来，我们从唔通辜负阮的人咪嗦。哆啦啦二三，跟前面一样，没错。同学，你的记性很好哦，你看咪嗦哆啦啦完全一样，对不对？来，啦嗦啦啦哆嗦啦，咪瑞哆哆二停，来，你习惯来。啦嗦啦啦哆嗦啦，咪瑞哆哆二三四停，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停，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停，唱到这边呢，我们继续这个歌，这个继续呢，歌谱呢继续往下走，第36小节间奏12小节，然后过来1、2、3，我台足些个呢伫倒伫头前所以我知道了我们第一遍唱到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望真两三首4拍，过来呢停2拍那再接下去间奏12小节之后1、2、3。反复这反复记好有无？反复咱那个按头前唱按头前唱，如果唱到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1、2停，这边没有，这里只有1没有2，那2在哪里？2在这里所以唱到这边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好，然后要跳这里间奏6小节然后再来呢1、2、3然后要唱咪嗦，这个咪在哪里呢？这个我们唱到这边呢这里第一遍间奏12小节第二遍呢间奏6小节，然后6小节，然后停1、2、3咪然后看到一个斜钮的符号，斜钮在哪里？在这里。所以呢，我们第二遍间奏6小节之后1、2、3要接这边唔通辜负阮的人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这边呢有写斜钮之间呢从这一个到这一个呢中间的这个这个这个唔通辜负阮的人这一段呢我们要重复唱2遍，然后这首歌呢就结束了我们刚刚逐句交唱，第一遍已经唱完了，对不对？好，我们就来反复来唱第2遍，然后再来呢再来接这个斜钮，2个斜钮中间要唱2遍，这里来第2遍来。第一遍呢唱到这边了，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2、3、4停，间奏12小节之后来1、2、3，我带上车入站，往事一步步走入阮心房。青春梦爱过人，伴阮今生慢慢行。
月入窗，夜色茫茫。人生若火车一站过一站，路袂停，心愿完成。爱恨恩怨拢是情的一生。一二三，风风有阮的名。痴心拢有天来听，咱两人缘分无散，感谢你甲我来作伴。一二三，唔通辜负阮的人。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接下来间奏小节过来呢，间奏6小节过来，1、2、3，唔通辜负阮的人。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停。唱到这边呢哈，对不起哈，我唱到这边这个这里反复才1遍而已哈。我们唱到这边呢，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望呢哈，望是这个唱到这里对不对？望唱到第3拍，那这个呢，它第4拍，所以呢，我们唱这个反复2遍的这个时候呢的第2遍哈，这个望完全不休息。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要接下去直接唱哦。来，我们从这一句来。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唔通辜负阮的人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停刷。唱到这边呢，这首歌就唱完了啊！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今生爱鬼郎》这首歌呢刚才有介绍过了哈，这是卡通日本的卡通《三国志》的片头曲。风之花船日文歌《风之花船》翻唱过来的了哈，很好听啊。那岳云老师呢，会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的资讯栏连接《风之花船》这首日文歌，欢迎大家呢到影片下方来连接去欣赏一下。如果喜欢这首《风之花船》的人呢，正好也可以学习一下哈，可以学唱一下。好，今天这首《今生爱鬼郎》就给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别忘了要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订阅、爱赞，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